小朋友嘅頭髮咧係好薄嘅，尤其是太薄嘅小朋友咧，佢抵擋唔到寒冷同埋寒風。如果有風吹啊，或者有凍咧，佢就即刻就會攝親噶啦。嗱，大家睇後面，佢咧呢個特徵咧又經常性頭濕濕出汗啊嘛，係咪？一出汗，一風一吹又凍翻，所以咧佢一凍親之後咧，個寒氣咧就會逼住咗喺個頭度，咁咧就出現咗咳嗽啦、氣管唔舒服啦、凍親流鼻水啲鼻水別一聲嘅。咁如果佢呢個情況咧，媽咪，我有兩個建議。第一個建議咧，佢可以留長啲頭髮，長啲對佢個頭保護又好啲。第二咧，佢要戴啲薄身啲嘅帽，咁咧可以唔好俾佢避免佢直接吹到個頭，因為佢而家咧個頭髮咧，由於佢唔係佢想啊，佢個毛囊少啊，佢毛囊唔夠咧，佢冇辦法長好多個頭髮。咁如果點樣咧令到個毛囊偏多咧，一定要食一啲補腎嗰啲嘢啦，強化嗰個身體啦、個狀態啦。我哋咧有句説話咧就係髮為血之餘，佢身體血氣夠咧，個頭髮就會長得多噶啦。